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搬家的经验，或许你对搬家有一些的想法，或者是你对搬家可能有一些的不太喜欢。有的人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，当然也是有的人会觉得是很欢喜的，又可以到一个新的环境。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然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经常搬家的人，这个人叫做亚伯兰。那当然后来我们会知道他的这个名字是全世界都很知名的，他后来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，这是上帝帮他改的名字。但是亚伯兰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搬家的人，他常常要经历搬家的事情。对他来讲，人生的经历当中，常常是在搬家当中度过跟经历的。特别在他年纪大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事情是，当他75岁的时候，他从他的家乡出来，一直到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。上帝给他一个挑战，就是要他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本家，要往上帝要指示他去的地方。但是上帝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要去哪里，所以他在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的当中，一个未知的时候里面，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，要照着上帝在他心里的感动，还是要继续留在一个舒适圈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哪边是你的舒适圈，哪边又是你理想跟梦想想要去的地方？亚伯兰他听到上帝对他的说话，他愿意改变，愿意调整自己，愿意离开他的舒适圈，到一个他所不熟悉的地方。然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只喜欢待在舒适圈里面，我们很喜欢看到有成就的人，我们都希望看到他那个成就也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然而我们却没有去想象，他要为了他那个成就，他要为了那个梦想，他要为了那个方向、理想跟目标，他需要付上的许多的代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这个爱搬家的亚伯兰，这个亚伯拉罕，当他要搬家的时候，或许他要面临很大的挑战。未知的地方、未知的环境、未知的世界，是很多事情无法掌握的。然而他却凭着信心要往前行。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，这个亚伯兰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信心之父，他就是一个信心的人，他不断的往前进，即使到他年纪这么大了，都75岁了，他仍然继续的往前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找回那个勇气，找回那个为追求梦想而有的那个勇气，让我们往上帝要我们走的地方。或许那是一个挑战，一个未知的世界，或许那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仍然勇敢的往前行。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要调整你的工作的职务，或许你的公司的老板或主管给你一个新的任务，或甚至是你有可能要去寻求一个新的学位，或是你可能要去追求某一样的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往那个方向走，勇敢的向前走，勇敢的向前进，不要一直停留在舒适的地方，让上帝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勇气跟信心，一直不断的往前进。特别在疫情的当中，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，让我们仍然凭着信心往前走。当疫情过后，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，可以处理，包括我们为家庭、为工作、为生活，有很多的新的目标、新的方向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往前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勇敢的往前进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像亚伯兰一样勇敢的往前进。虽然前面的路、前面的世界未知，但是让我们能够不怕辛苦，不怕这些的困难，能够勇敢的往前走，并且相信一路上有你的同在，叫我们离开舒适圈，进入到那个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荣耀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